观众朋友，今日个好无？欢迎收看福起来，系阿明哥刘浩明。日本係大家人過好去觀光嘅地方吼，尤其係個乜東京啊、京都啊啲地方，我相信大家人都去到嗰度擺。你今日有請到來賓咯，係一個喺啲睇日本神父嘅客家妹嘅李安琪來到我哋現場，有同我分享講，而且個喺啲神父吼，神父有乜特色，同時喺啲神父地方有乜佢神奇嘅事情，我哋馬上放下安琪來到現場。安琪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來自日本神父，也係屏東女僕樂隊嘅安琪妹，大家好。安琪歡迎來到我哋現場吼，因為你這家其實係去到神父嘛，有一段時間啦嘛。係咪聽我哋嘅節目開始嘅時候，同我哋觀眾朋友大約紹介一下這個好冇？我對細到大都係屏東女僕樂隊狀態嘅吼，工作也係，讀書也係。如果我從來唔是離開我哋啊屏東，一直都待喺我哋嘅家鄉安尼。一直都唔好嚟家時，那去到神父啦哈。錯，如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嘛吼，鄉下有我哋習俗嘛吼，如鄉下聽到我哋老公，都去到我哋更加天嘅故鄉。咁我哋講其實幾時間有一站嘅時間睇，我同我哋講吼，我哋沙岐太后嘛吼。咁其實沙岐太后有從事乜嘅有關於我哋客家文化嘅工作。我對屏東縣沙岐太后開始嘅時間係做客戶專員。嗰時候講啊，對開始嗰度嘅課程，八個課程，我慢慢前先，所以我20多先生，後又轉型到沙團專業。第不有經營嘅人到客家文化，按類似嘅那個專案，後如果一個社團嘅課程也同客家有做嘅連結，就按嚟，將接嚟如果有客家嘅文化，有認識嘅美貨科技太好嘅先生，有從事嘅客家文化嘅內容。咁後來這個後來做乜我要轉到我哋嘅樂隊客家文化研究，其實算籌備處，應用嘅幾樣嘢片。其實我講到個前面時節哈，我哋研究一個金絲體嘅時節，還有個我哋兩鄉下做嘅發通，我哋兩啥都同嘅結合嘅咯金絲堂嘅頭家，也對於我哋女僕嘅文化個投入啦哈。還有團到我哋藝術家黃子環小姐哈，按到嘅後生人，其實後生人來做咗一件到第一屆團體嘅韓語文化節，還有如因為一個東西，又在佢10月做嘅客家文化嘅發通同專案嘛哈，如來做到一件到客家金絲體嘅文創商品嘅開發。也當中也結合嘅藝術家、文化家同畫家來做嘅專案活動。做嘅東西之後呢，日本嘅長官看到啦，因為嗰時節樂隊客家文化研究佢慢慢嚟做起來嘛。最前都對個人到屏東縣客家文化局接受過嚟本嘅國家文化的一個中心嘛。因為人哋台北，我哋冇當天人帶，一定完全冇法度用呢個客家文化東西嘛。如果請當天人嚟做嘅牽引啦，如請到我，因為一個案呢，如請到我嚟做嘅工作人員出嚟呢。因為嗰時節，我哋講樂隊客家文化研究，其實蠻多儲備處嘅時間，其實多我哋呢算是聯絡團隊會搞接嘅地方啦，嗬。佢邊研究，他跟你都提講係有研究，但是其實一開始工作人其實大部分都被鋪人，因為南部冇人人才，嗰時候被鋪人下來以後，但是又係一個上面有寫講樂隊客家文化研究啊，嗰時候一天同我哋在地嘅人有在地嘅沙岐啦，無論在地文化有連接，嗰時候一啲可以像有啲像種一樣嘅嚇，唔單止做研究嚇，同時嘛，帶隊人是去我哋嘅沙岐嗰度人去拜訪嗰度人，嗰時候幾時就錄音啲安尼關係錄音工作嘅。冇錯，因為客家嗰度運動嘅藏路啊，嗰度我哋阿蘇伯眉，冇可能特別英文認識啦。如果我哋來看先，我哋上工班呀，我哋頭要開嘅呢
也免讲村民台费，你讲啊，屯当天颜色来对伊咱讲法当中，我记得讲啊，我哋到底我哋客家人是有乜嘅啊？本乜嘅东西本客家人认识客家，出嚟。我相信一部分哈，俺其实是做过哈，因为以前在做客户的时候，都做附近的呢，开课啦、欣赏的各种节目的时间，我都发现上人哦，真的是对人哦，爱记人。有时间呢，5、6年前的欣赏吼，马个名伊嘛记得过清楚。可是伊来做一件事情，我相信迄真的是钱多错嘅人啊。但是你睇嗰份工作一久啊，他有个怕有6年的时间哦，有做6年係咪？6年後你拋棄大家跑去神戶去了。也沒啦吼，嗰時節如講啊，草創期總是個困難的時間。啊，剛開始的時節如講啊，我哋中國如講啊，用個本他跟認識客家文化延期啊，然後呢，如講啊，認識客家文化延期都因為國家元需嘛吼，我本他嘅認識啊，嗰個後如講啊，慢慢的進展，2年半個都發通，對頭都面。一年有3節，又有過年，嗰時候過年發通嘛個重要，吸引嗰度人來人去看安尼。引起語言的國家人氣吼，尤其係算是我哋屏東人首間咧講可以去了，又可以聽按到太茶嘅地方吼。或者其實過年過節，無論平常過太連接嘅時間，其實如果當然去安嘅地方了，或者其實唔等你發通，就變成講到達他嘅人會去，我想人去了，就可以從嘢度發通啦。或者6年後來你因為結婚嘅關係去到神父嘛。錯，係啊。可是因為神父啊，佢應該佢當然來講啦，嗰種係去金板神的話，哈，印度、台版雖然講有神父啦，但是其實無多人會去神父了1到1久，哈，因為神父可能要撈啊買下東西，所以下神父牛，你可能貴嘅。咁對人來講嘅話，其實神父係點用嘅一個地方啊？一般咧觀光客吼來到印度、台版神父來了，神父那係一個細嘅地方啦，唔好講啊。一聽音樂觀音的擺起神父來了，但是神父有歸本人吸引嘅所在，都講啊，其實神父同高雄親參，一面山一面海，都同高雄嘅財產同嘅高雄共享啊，神父路嘅一面路六甲山，同那個高雄咩同嘅神父講嘅一個行程吼，都變講啊，如果嘅國際港從以前嘅都係講啊，國際港嘅話，如果度外國人帶素材，嗰時候神父嘅附近有個度有很多藝人館，而個藝人吼唔係講啊黑人啊，係個外國人嘅個形容啊，嗰時候底部有大使館，又有藝人館，嗰時候一個類似國際的都市的一個形象哈，都本他趕緊講，有個好食的甜點。有個豐富的文化，可是還是有吸引人的地方來玩。係冇唔錯，你一講啊，我都發現到講，做乜個米白講，我哋去個印度哈，看日本的傳統嘅日本啦哈，一個台版看我哋現代嘅日本，但是去到神父呢，都看我哋有嗰種異國風味的日本，好，但你一講我都發現到冇唔錯，因為神父算是日本算是最早期開講嘅一個港口，好，嗰時候幾時間日本人對外國人嘅接觸來講嘅話，都透過神父，嗰時候我有時候人講，我哋但日本嘅歐米亞記來講嘅話，嘅神父嘅歐米亞記都貴，我哋講貴用法，好餅嘅啦，嚇車輪叫乜個茶輪餅啦，嚇叫做年輪餅啦，嚇都貴用法嘅東西，唔好像印度嘅話，亦都貴到都像個乜個鳳頭嘅啦，嚇用嗰種金果子，但是睇神父買到嘅東西，真係都貴用法嘅一個講，嗰陣嚟講，等於講以前嘅歷史。今天的已經加為一個算是都市的面貌，因為以前都這邊，你感覺嗰種行得挺外國的。沒錯，其實伊個從最簡單的一個甜點來講，一個蛋糕來講嘛，可能用六甲山的牛奶，冇都奶的雞卵，但是伊個做出來的東西如果用法，可能我比如蘭姆酒啊，還是那個白蘭地啊，如果用你那個。
植入性的东西，你就安尼啦。如每一般的日本的传统的食材会用的东西，可是我哋如果迄边改做如接触到使用的伊的文化以后，影响出来的。咁一般来讲，我把外等对去神父疗法，大部分喺那边係神父的重心。其实神父的重心如果到三宫，因为以前呢，个地方佢像迄个皇室居住的地方有分。1宫、2宫、2宫、3宫、4宫、5宫、6宫。啊，體重先聽講3宮啊，三支宮。但是俺哋講嗱，攞3宮安尼。一3宮，如個市中心中央區啊，攞神父室的中央區。啊，中央區你等高雄使用的哈，啊，個區域所啦，還有個其他市役所都可以中心的地方。啊，大部分觀光客嘅話，如果去講大家3方嘅話，如果到藝人館，啊，伊去別人話如嘅購物中心，韓國係可以本他講你介紹如講啊，更深入的個玩法如講啊，比較知識性的玩法，可以講啊，他們有一個就是廢棄的小學改成一個北野工坊，一個手作工坊，那裡面呢就是結合了很多的那個手工藝。以及在地的蔬菜啊，那另外一個就是說是在一個比較偏遠的地方，它是有個水族館、水族館的一個佈置，好都比較一個時髦的水族館，好那底部一個學生的啦，啊無如講啊，一個寓教於樂的個館嘿，啊然後一個如講啊，係一個防災未來館，啊它個攏提供啊。神父經過嘅太梯針之後，啊，市政府啊，市政府都做嘅防災未來館，底部有更深入的一個報道，本他講有個警惕之心。可是海拔吼，你去到神父以後，我們能去世界神父廟啊，其實話嗰度可以精彩嘅地方可以去參觀。休息一下喎，等下我哋買嗰度好精彩故事哦。翻過來，復起來。上個節目我哋來自屏東內埔，但是今日喺度聽日本神父嘅李安琪妹來到我哋現場同分享講，其實喺台灣嘅時節有做過乜嘅客家文化嘅事情。我想請問一下安琪因為你嘅時節喺度加去日本嘅時節，你喺日本咪有親戚？日本有嘅我表阿姑啊。哦，表阿姑係咪？係。咁喺度聽哪咯？伊剛來盧卡清泉，但是伊喺度去新神父站，下來就團的距離安尼。就是我有時節有乜事情，因為我加過迄陣我日文冇嘛，個親話講。啊，如果同我聽書講啊，不如講啊，有乜身體冇爽快時節要去醫院啊，冇講生意要去奈哈。啊，有醫院嘅時節，同埋可以做反應。雖然講有親戚提嘅哈，這個可能講過沖胎嘅事情啊，可能話有一啲唯一啲人可以好變，但是其實你從太細事情，唔係人家先生都唔嘛，啊人家先生上班啊，大部分都唔知㗎。咁你幾時變嘅話，有一種，譬如講人哋有時些睇別的國家生活時，我想到尋到一些算是蠻喺台灣來嘅一種朋友啦，冇人哋之類，你嗰邊有認識人哋朋友嗎？其實我結婚之前我做過多功課啦，當然異國文化我加過去唔做唔講，我嘅看兩隻皮箱都過去啊。我做嗰度功課，你講啊，我剛過去時間，我用嚟去處理我嘅婚姻一個登記嚇，冇你講啊，我用去屬於我自己嘅外籍信仰嘅權利用拿到嚇，我攏嗰度問題都對一個網站，那個網站嗰度關係太太嘅組合群啊嚇，對佢都問，上去問他講人嘅經驗嘛，用搞我嘅吹調啊，用嚟種啊，攏對安尼網站嚟。期待。係吼，有安尼用真係就幾好啦，因為即係有乜太細事情吼，記得我哋講有幾有經驗嘅學姐們吼，全部我真係分享。雖然講我年紀比人個年長，但是我資歷推人嘅講法，我還是個之前嘅經驗啊。咁個長妹啊，咁個地方啊，有簽到行業。好，一路過去一個地方哈。
你讲啊，对地方唔可以提讲啊，全台湾的关系太太地方quite多哦，北部、中部、南部，总我有寻到这个心意相投的人，做乜个用第一个客家菜，唔係客家人咩？迄有迄個客家人咯。嗰時我都讀到嘅，其實佢係啲係東京嘅姊妹啦，吼。啊，佢呢，喺東京，但是喺我哋客家屏東嘅身邊嘅妹嘅，啊，伊都我哋兩個相識，因為伊家過去30年嘅，啊，我哋去到翻那10個，見緊我哋10個年，啊，當初我哋講啊，按有客人，有客人，然後講，人哋親像媽媽咪是哦，啊冇，人哋來包裝哦，好冇講，快些，我都唔敢，我唔曉得包裝嘅人樣啊，喏，咁唔怕，老妹包本事，嗰時有個想象，明年嘅5月節時節，一天我高中嘅本來，我問下中嘅，一定係請好食嘅飯頭中，嗰時都過3瓜，一瓜都正常嘅肉粽，拍嘅客家粽啦，記錄喺運動嘅人嘅飯頭粽，天上面都雞粽，細細粒雞粽。你話做雞粽啊？錯，按估日本吼簽到人哋客家正宗嘅葉嘅，人哋乜嘅葉，我諗人哋個好食咧，叫薑葉，個叫薑葉粽。人哋個神師講，咁唔怕，我哋想辦法嚟買好嘅，用想辦法。伊當對嘅 Okinawa 沖繩吼，去囤嘅農家聽中藥，比如講啊，一天50種好咧，你聽好之後你記落，你可以適合做種嘅本來食。嗰時睇名錄方吼可以簽咗，因為喺門口啦，你即係咧喺啲神父嘅喺東京，吼平常我話其實喺神飯地方唔可能會讀到啊，好，但是因為靠到名錄上面，你認識伊啲按電子呢啲姊妹啦，吼，咁所以有個中藥嚟講，我話除咗一般嚟講嘅客家粽以外，但平常我識到譬如講來去其他嘅無同樣嘅地方嘅算是台灣人包粽啊冇？有啊，因為一個客家唔係，台灣太太好講啊，希望當然我想念這個家鄉嘅東西啊。有個骨特別咧，你講啊，迄個係宜蘭嘅太太吼，伊都專門包宜蘭嘅米、口米嘅粽誒，迄地方都標嘛標魚乾，個蘿蔔乾，個還有個因為無亂嘅鹹鴨卵啊，伊都用個條卵去撈都標。但是我哋南部客家人食唔慣嘅東西，無法度。還有聽過白鼻食，我哋用是個應油頭，無法度接受。係啦，因為真係宜蘭粽吼，如果加嘅魚乾啦，因為真係加宜蘭嘛，有啲講伊個宜蘭粽加魚乾啦，有啲海米啊，係冇唔錯，有啲喺羅哥，有啲冇羅哥，宜蘭有冇姜嘅地方。咁像這個時間去到日本以後啊，一開始是有生活適應上嘅問題嘛。一當然有啊，生活都講啊，第一個可能都食的問題，其實食的問題講啊，早晨做吼，他講人去屏東，女部嘅台灣來講話，第一個都按到頭南，啊冇都按到乜嘅按到蛋餅，嘅唔按耐錢咯，唔只有去嘅呢連鎖超商早晨能買到食啦，咁用辦法，有人我都記得講啊，迄個怕差唔多10個年，那去到10個年時間。我睡到半夜飲餃子，我先喺黑酒行做乜餃子咯？講啊，南邊我都不夢到講係清常食頭南，清常食蛋餅，清常食滷飯，安尼。可是頭南咧反而本唔係辦有，係因為按到買頭飛店嘅多數買頭南蛋餅還是相信冇啦，滷飯真係都買唔到。咁安樣咯，即個做下。當然都講啊，我以前睇啊，其實睇都完全冇強品種，嗰時打出來睇呢都冇參考嚟台灣咧。其實台灣咧睇嘛係進口嘅啦，但係面試都完全冇強，因為我用嘅睇喺日本咧北海道嘅品種啦，冇法土壤中還是都有時把參面還是。是啦，都算過幹的啦，都咁咩？咁平常就譬如個濕的地方，因為濕的地方嘅話，其實幾多地方蠻可以去用代替品，好代替品來代替，因為其實在替的地方係吃唔到嘛。所以講濕，加譬如一般的生活的地方，譬如食衣住行的話，生活嘅地方咯，應該兩片地方都差唔多嘛。生活會落雨冇？會落雪冇？
神父落雪的时间过少过短，大部分都是长热吼，都温阳是12月底啊，哦1月的时间，落个雪都泡泡的啦，过少有积雪部分，但是去年的时间吼，都落个一场过太雪啦，个雪都像人来讲，迄过10多年无看过有落暗太雪，个积雪过盆啊，我时常都对。下班时讲，妈妈，我你今个女老不看雪，同我生意路个跳啊，三路做几太学，用个去路去教雪的，乱的，教前跳个雪清盆，我生意路你去，路一下冰的，妈妈，我从来唔是民国个雪安源哦，乱的啥。其实我听外国的省份哦，真是如前后往后都比唔上都还英语好啦吼。所以常常人讲的，譬如讲都卡冇茶的，可是我常常讲到个日本的茶，过咸啊，过酱啊，日本人从头我有米咖如果有茶咯。大部分都讲啊，都卡买茶啊，一定要有茶味，冇茶味又做唔得买茶。哦，故说一定要选准批有茶味。那有时间买茶呗？冇茶份，你要去屯煮嘅水茶味，咱可以不要去上杯看，咱可以买茶呗。嗰時等於講嗰種可能講人哋看來茶是唔可以講貴啦，因為比起台灣嚟講嘅話，其實日本嘅茶相當便宜，但是可能另外一條錢係茶味嘅錢。有錯，可能一個月啦。一家人嘅水茶味可能幾下萬元，我今日係個投資嘅茶嘅金錢，係啊，我是去，因為我如講喺啲地方所採訪，都有3個天茶站，嗰個地下鐵嘅站，嗰種用行路差唔多5分鐘可以坐茶。嗰種我哋平常時我去買菜，接生人嘅幼稚園讀書嘅時間，大部分都去腳踏茶，腳踏茶因為有上下街嘛，都有天通嘅腳踏茶嚟。哦，嘿呀，部分啊，真是咁樣都幾好，真的天通腳踏茶好，真的因為講真的，引進了台灣，因為真的是我講啊，真的是從唔同講呀，有的上街，有的下街，有些過年的時間，有些有天通嘅輔助來講嘅話，真是唔好按實力。沒錯。係啊，佢從唔係講我哋講食衣住行，咁喺啲地方咯，其實大部分都看到日本人喺我哋講公寓嘛，好，跟這個喺啲地方咪喺公寓嘛。我哋喺地方也係公寓啦，講啊，大部分嗰偏僻地方有單間人喎，一通通嘅，但是嗰種屋嘅係喺起來個冇安全感，因為嗰種屋嘅嗬，都係用嘅樹嘅材嘅夾間咧，按講可能以前嘅911嘅時節，唔係911叫以前，睇天同嘅時節係啊，睇天同嘅時節佢開成係會屋嘅全部本個海水。建造的，你全部都用木造的呀。按講人喺一種公寓屋嘅都係用真材實料嘅很多混凝土去做的啦，夠安全啦。但是隔音來講話，如果好，按講嘅用薯片嚟做嘅種屋嘅，夠奇怪哦。唔可能隔壁8粒批人都躺到嘅，夠冇隱私性啊。可是我哋講，我哋常常去日本了，但是其實真的喺睇日本的時間，你發現佢生活的方方面面還是同台灣冇同樣。休息下喎，等下我哋咪嗰度過精彩故事。翻過來，福起來耶！上節目我哋來自屏東女僕，但是今日喺咧睇日本神父嘅李安琪咪來到嚟現場同你分享講，以神父嘅時節，也俾神法地方有乜個冇適應嘅地方。我想問一下，因為其實我哋後來提講，你這個有拍個樣片。台灣故鄉母之味啦，我哋呢個佢上面有搞過多嘅用樣片嘅方法教他嘅人數，我哋嘅台灣菜，尤其係我哋客家菜。當初呢，我有想到安尼樣頭講，我哋要拍一啲片嘅嘛。其實想拍嘅呢樣片咩嗌意思呢？係嗌欣賞嘅意思。如果講有你，如果講媽媽，我哋安慰煮台灣嘅菜，本來是我也挺好食，但是。我哋煮過去都聽唔到我哋啊，加後面來利用講啊，我爸媽我退休嘅，用我哋時間來慢慢拍個樣片，安尼好冇。
那么一个问题，那么想怕有2-3个礼拜，咱对答应，因为想讲因为平时有上班，也没明日啦哈。还是讲拍个样片，我又唔会剪啊，我能晓得做个安样啦，讲这个唔好担心。伊都用伊去家给伊去家经验，如果俺个学习安样剪片的，讲弄一阵做得好诶，马个弄是担心。有安尼，讲好啊，加入来拍啊。可是像头头讲的呀，俺哋讲拍片呢，其实唔同想讲，譬如讲，这个煮哈，还要有人俺哋做后置哈，剪片都可以，其实冇咁简单啦，因为这个系拍嘅系啲俺哋讲煮饭的一个节目，其实煮饭节目我发又爱炒，又爱准备，又爱切，好，嗰种嘅重体嘅部分，你係挺来拍嘅喏。但当然冇像个摄影棚嘅东西啊，都用最简单嘅方式机器。地方都我哋录下翻糖的呀，感觉到啊拍片呢，因为我哋手的动作嘛，冇讲啊全部留出来嘛，讲啊佢唔怕，都安尼简单都好。但是啊咁多困难的点讲啊，因为我哋是从平常嘅煮菜的时间，去干嘛妈咪是用的，比如盐的度数，那有佢计量啊喏。最困难如讲啊，我一本他跟你学煮，一定要记得计量方式啦，哈，比如讲啊。我盐我边去倒，一勺2勺，係冇唔錯。計量係忒麻煩嘅。係啊，因為我哋這個煮嘅時候都適量，錯。真正講到適量哈，但是有人講啊，你同我講啊，講到適量啊，哈，講到真是差唔多安尼味道。可是這時間你先吃咗嘛，因為你這個要整的嘛，你這個講嘅都係你係以前係一勺還是勺半還是一道，係你這是要先做過嘛？呀，你如果巧妙的地方，其實。我米紅腸我都冇先做過呢，都平嘅感覺個，一睇佢按你係一勺還是小匙、大匙，然後可覺得個清楚，但是有時就會失準啊，我講要用，我想講用比平常用過鹹咯，家唔怕，我哋都囤嘅後面要下嘅計量嘅東西本身可能是都減價半勺按。你嘛創的好，你真係講先從做出來嘅時間發現講，同俺平常吃的米頭有一些，那有檢查，好，那就最嘛要下的時間，那去下清楚。但是還有一點問題，你講，因為你這個講題翻糖的嘛，好，但是問題係你這個有的個菜其實要炒呢，要爆炒啊，佢翻糖的，佢嘅油鹽冇問題哈。呢當然係個太問題，因為我哋都怕，喺台灣咧炒嘅東西都油鹽個太嘛，當然翻糖都冇安尼裝備，你一咁用咯。結果還是按嚟炒，結果有擺到逼到我身上嘅司機嘅，全部都油，講啊媽媽同嘅司機撞壞嘅，講冇啦冇撞壞，還講用乜方式，嘅司機用疊嘅嗰種膠膜啦，唔係膠膜，如講保鮮膜疊好個那樣嚟煮。嗰種安尼嘅樣片啊，尤其係分享他嘅用去煮啊，台灣嘅一啲傳統味道一啲樣片表上去以後，他看人嘅一啲回響怎麼樣？我先講我哋錄下地步嘅事情講啊，我洗太陽菇啊哈，伊從來唔是那個鑊產嘅。一個可能我樣片之後，你開始學煮菜，先生講你講到佢講啊，你做乜煮菜呢？因為我看到我所謂樣片都煮菜清好呢，清香呢，那我都講樣，因為你學我煮菜，學嘅好，你煮嘅都擺放起來，擺一個盤然後嗰翕相本來看，我講。會欣慰哦。那如果我哋幼稚園時節，嗰度向下注射嘅媽媽，如果我要傳俾人看，陳姐媽媽剛煮嘅菜啊，用乜嘢方式，用乜嘢材料做，講幾簡單啊，我買到都可以嚟煮嘅。如果講好，剛你唔好剛滾水，佢嘅傳統我本來就個假，講剛才那個安泰精神，佢傳統做講。樣片都幾好嘅方式，你若看樣片做出來都好嘅。一定出嘴是個厲害啦，我唔錯啦，係啊。你做拍樣片本可能這個話唔好，當然啦，是偏於先做是也好啦。但是其實對人來講，我把生意嘅完善能用嘅可能可以傳承咯。其實我以前日本嗬，唔單止有拍樣片去設計講用嚟去做我哋喺台灣嘅美食，一般做一啲幾特別嘅事情，你講伊其實睇成個神父嗬，都驚話有，一直有參加一啲客家話嘅一啲研究。你咪同我觀眾朋友說明一下講，慶陽嘅幾人開始去參加一啲客家話嘅研究咯？我都已經
台湾人客家人去外国生活，佮充个归属感啊。咱也不但讲啊客家嘅语言的研究，还有参加一个关系的重振客家重振会，还是任地部理事之一。讲到嘅客家文化语言的研究之外呢，讲啊，我哋嘅语言吼认识到嘅太學嘅教書，個教書呢係全日本地部日本人地部有5個研究客家話，其中一個要講下落下侵權，透過個民農嘅亮度國小嘅先生嘅介紹啊，因為用呢，以語言暑假我團結先生，佢帶段時間去亮度係，以段時間送去亮度國小寄託。先生喺研究嘅納馬夏嘅一個族群嘅語言，即個都深入到兩度民農去熟悉那個客家嘅錄音，同樣嘅錄音之後呢，都本來做嘅資料推翻譯。可是你這個係唐人嘅錄音，然後呢，佢哋說明講錄音特別講忙係咪？因為伊所熟悉的資料係老人家以前講嘅故事，冇講啊祖人嘅土里啦，嗰度啦，一方面有同嘅錄音本來談過之後，因為老人家講嘅個詞嘅方法也唔識啊，嗰時候有時就可以查嗰度資料，同嗰度資料都推簡單翻成中文，多時間用研究時間，用中文同客話講片不一談。之後呢，伊都用講嘅話打成伊愛嘅日文來做伊嘅論文嘅發表。等於如果伊其實就聽日先生來到台灣，而家先生伊行業嘅布農，剛剛講納馬夏，其實納馬夏應該是布農族啦，布農族嘅伊啲錄音，伊即個錄音開始錄我哋民農嘅客家人嘅叫做老人家講嘅話，歸去日本以後，伊即個要講下冇都講國語冇。佢先生個定陣咯，伊雖然係一個日本人，但是伊講個標準嘅西安客話，也佢要講中文。嗰時但是伊講嘅中文同嘅客話係個淺嘅啦。如果講平常談是可是講嘅老人啊，講嘅個深入嘅話，有可能冇法度嘅。你變咗講愛查資料去講啊呢。嗰時伊即個錄音帶都先。教本堂以後寫中文，咁本年寫完中文以後，其實要讀中文，你中文話再改變咯。因為如果地部有嗰個東西唔了解嘛，講比如講錄音熟悉到講嘅故事，講老虎媽嘅太女婦，太女婦有談唔識嘅，因為要用嘅老虎媽傳說故事地部嘅太女婦嚟做起嘅藥㗎，講啲藥係乜嘅意思？講攞解釋俾佢聽。咁嗱，我講要講老人家晚上做農事時打牛索，乜個牛索呢？牛索5股做3股，3股做1股嘅時間嘅。老人家較神奇跟你打索機嘅牛扒，你乜個牛扒，你解釋俾佢，前資料俾佢看，結果你講原來一個牛扒同馬燈，佢嘅民農客家文物館前面度，伊講佢看到一個東西，一個窗安尼。嗰時老人家講嘅東西，有時係停喺一定幾時佢有用過嘅東西，因為其他現代冇用啊。冇得講，其實係一定日本人冇用過嘅東西。嗰時講寫成文字以後，其實還是唔了解，我唔去翻譯都錯嘅。問題唔係冇路啊，老人家講嘅幾多東西，能用嚟尋資料咯。嗰時候我要透過而家網絡嘅發達嘛，我透過客家文化。嘅客家語言會嘅資料，個民農客家文物館嘅資料來尋到嘅東西，查我睇用嘅係安尼東西，了解安尼東西存在安尼。咁你話也幾百差唔多前係好參加呢種人嘅。一個客家研究前後跑3年啦。點解話一次嘛有繼續？有個先生有疫情之後一路過來，像伊講一天時間做唔得來到我哋屏東錄對一個地方，因為我落太熱，有錄音時間會影響到佢嘅輸音嘅關係。嗰時伊一天時間，伊都走去
北埔、卓兰、董事来做录影，看天时然后几多人呢？六对地方来做熟悉资料的事。可是其实对台湾嘛几了解呢吼。嘿，以前真很好可能嘛，应该嘛有10多人带去台湾熟悉资料。头头有讲嘛个客语真善美人飞，佮迄个嘛个一个主政哦。那个关系客家崇祯妃，客家崇祯妃，崇祯妃如讲啊，伊发源地去东京呐，还有本科的时候去台湾有个分妃，参加伊大部分都客家人，我所了解发更加关系崇祯妃大部分都是台北的客家人啊，桃园啊、卓兰啊、董事啊，可能咱个乐队的，当然个乐队要出头下啊，嗰时候我讲阿妈来做个理事，而且一定要去参加一下咯，因为我哋讲法来讲法，唔单止可以开六强哦，四眼强，尤其是男四眼强哦，一定要揀入去。咁自己家庭一般就算是過得順順利利的吧？其實生活同平常時如果講啊，嗰陣觀光客來啊了，當然過順時，如果過暢樂，但是你真是去日本來生活話，當然嗰度不如意啦，如意的事情是搞人講，但是我心態如講啊，我讓過路去過生活，順順利利，生意呢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就好嘅。我唔錯，其實像頭頭安琪冇講嘅吧，其實而家喺啲美國啦、台灣啦、日本同樣，其實真的是生活過得順順利利，生意呢平平安安，態度可以嘅。今日個感謝安琪來當嚟現場分享安多安精彩故事。感謝阿明姑，也感謝節目嘅邀請，也歡迎他家人來日本生活了哦。休息下喎，都聽下啲聲來強運通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